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讀書日誌。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呢本《這一生你要體會的30件事》。你係咪都覺得自己一直行緊一條正確嘅路，但心入面硬係覺得差咗啲嘢？書入面第3章有個標題好深刻，有時迂迴，有時迷惘，才能找到自己。作者 Gordon 係一位精神科醫生，佢見過無數事業有成、有樓有車嘅中年男人。表面上贏晒，但內心極度空虛。點解？因為佢哋由細到大都係行緊一條直線。咩叫直線？即係讀好書、借好工、聽老細話。書入面提到，教育制度教我哋服從，等餓到咁上下就換我哋去叫人做嘢。但呢種直線忽略咗人生最重要嘅嘢，就係你嘅原創想法。好多人到咗中年先至後悔，覺得自己好似叛逆青春期被壓抑咗咁，結果要透過搞外遇或者買跑車嚟填補。作者仲講咗一個好爆嘅個人故事，佢34歲嗰陣，竟然係由心理分析師口中得知自己係執返嚟嘅領養兒童。佢身邊所有親人都瞞住佢，Gordon 冇崩潰，反而決定去真相。佢喺書入面寫，當佢知道自己基因入面唔係原本以為嗰個人嗰陣，佢反而覺得鬆咗一口氣，感受到一種自由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真相可能好痛，但佢係唯一可以令你重獲自由嘅嘢。我哋成日驚行錯路，驚揀錯方向，但其實正如書中所講，兩點之間最短嘅距離雖然係直線，但人生總有辦法打破幾何殼。呢啲千迴繞道嘅過程，先係定義你係邊個嘅關鍵。3個行動建議： 1. 做一次人生清單審計，問自己而家做緊嘅嘢入面，邊啲係因為社會覺得對而做，邊啲係你真心想做。如果超過80%係前者，請試下一個小空隙去流浪。 2. 擁抱迷惘期，如果你而家正處於轉工、失戀或者對未來冇方向嘅階段，唔好急住要答案，話俾自己聽，我喺度迂迴緊，係為咗定義自己。 3. 挖掘你一直逃避嘅真相，你心入面係咪有一個一直唔敢面對嘅事實？例如一段已經壞掉嘅關係，或者一份你根本唔中意嘅工。今日就攞張紙寫低佢，因為逃避係冇用嘅，面對佢先係聰明嘅開始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人生最慘唔係行得慢，而係行到盡頭先發現自己行錯路。希望大家都能夠喺變老之前先變得聰明。如果你中意今日嘅導讀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頻道，亦都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人生中行過最值得嘅一條冤枉路係咩？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